拄则咱听到就是总统蔡英文上新的讲法。另外，这方面要赶紧带大家关心上新的天气消息。今年第9号风台利基马昨昏搁较挖咱台湾的北平，嘛搁较挖咱台湾气象局就讲到利基马按算拜4、拜5会上晚，上紧明仔载也就是拜3就会发布海面的风台警报。咱这回来听气象局上新的讲法。第9号台风利奇马的强度持续在增强，目前还是个轻度台风。早上8点的位置是在鹅伦比东南东方在940公里的海面上，仍然是朝台湾东北方的外海在前进哦。就环境来说，台风还是会在增强，预估今天晚上到明天有机会变成中度台风。那以它的路径上看起来，在8号、9号，也就是星期4、星期52天是最接近我们的时候。明天开始，我们会受到利奇马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，北部、东半部地区断断续续有些下短暂阵雨的机会，其他各地则是会有午后阵雨。预估星期4、8号开始，台风的外围环流就开始有机会影响到我们。在8号的时候，我们预估在北部、东北部和东部这些地方会受到外围环流影响。断断续续会有阵雨，有时候会出现比较大的雨势。之后随着台风在逐渐接近，我们预估在9号星期5的时候，各地天气不太稳定啊，尤其在整个西半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会下阵雨或雷雨，然后雨势是有可能出现豪雨以上等级的下雨。至于花东地区，相对而言山区雨可能会比较多，但是平地是可能有机会出现焚风的。那预估在星期6，在上半天还是有机会受到台风影响。那下半天以后，台风如预估离开的话，开始受西南风影响天气形态，所以提醒大家，台风是逐渐在接近我们，大家留意海景跟路径。如果台风依我们目前的方向和速度预估，气象局是可能在明天白天的时间发布海上台风警报，但是到底在什么时间发布，则必须看，因为目前台风它移动速度还是相当的缓慢。我们预估在今天深夜到明天，向西北的移动速度还会比较快啊，这样会影响到我们发布海上警报的时间，所以这部分我们会持续的观察。那目前路径看起，同样的，其实目前影响台风的移动因素非常的多。首先会未来出现目前在日本的这个台风北上以后，太平洋高压会增强啊，所以未来在整个包括台湾这边大低压带中的北方会是太平洋高压。另外，除了我们现在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利奇马台风以外，这个东边或是这西边都还是有一些低压的环流在发展，所以这些都会间接影响到利奇马台风它对我们接近的速度以及方向，这部分我们就必须再观察。有可能更靠近之后会加速，还是说速度会放慢？昨天到今天移动速度是比较慢的，不过明天开始在往东北部海面靠近的过程中，速度是会比较快的。但是在之后，甚至到比较偏北边，就是未来我们除了像预估它向西北方向移动以外，在之后，比如2、3天以后，又会开始有向偏北的方向移动的分量出现，那时候速度又会再减慢一些。但目前看起来，明天到后天靠近过程中会比现在来得快一些。那目前的结构，然后它靠近台湾之后的雨量会对台湾什么影响？主要的影响是在星期4、星期5，就是8号、9号2天。就8号来说，我们预估北部、东北部和东部地区主要是影响区域哦。那所下的雨可能会有大雨或比较大的、更大的雨势出现。至于星期5那一天，我们刚刚有提醒大家，东北部和西半部地区所下的雨可能会有豪雨以上等级的雨量出现。但是到底是多大的雨，这真的必须看台风它在未来增强的过程的强度变化，以及它到底有多靠近台湾地区而定。但提醒大家，在星期4、星期5的时候，台风是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。有可能会有那个西南气流或是那个西南风嘛？但它现在走向是不是西北台的一个路径？所谓气象局西北台的定义是，台风中心必须经过基隆还有在北边澎下屿之间这样的海面啊。那目前其实刚刚我跟大家有解释过，不论是太平洋增强后的太平洋高压，或是在大低压带中的，比如像东边可能在发展的热带性低气压，甚至在南海也会有些热带的环流在发展，这些都间接的会影响到台风的移动。而且这些有时候当台风移动到我们附近，些微小小的改变就会可能改变它的方向。所以它到底是什么样的路径，其实气象局是一直在会持续观察，但提醒大家，星期4、星期5是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。